虔诚的听众，午早。现在又是前甲之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解说呢，就是已经讲解甲正文第12页，讲解甲正文第12页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5节。对头算倒来，解说甲第5节。就是解说甲草木丛林，即嘛应该呢，就是爱所咧解说下面，下面就是恶人善人，恶法善法，天动地狱，一切大海，诸须弥山，总在空中，世人性空。亦有如是，善知识，自性灵含万法时代，万法在自人性中。若见一切人恶之一善，尽皆不处不舍，亦不染着。心如虚空，名之为大，故愿无恶。即嘛应该呢，就是要来解说这个道理。咱要来解说这个道理，应该要了解前面所接来的文。在前面六祖大师呢，就是讲自性是真空，但下面六祖大师佫在讲。讲你毋通以为讲我来讲即个空，也恁呢就着即个空。第一啦，绝对也毋通着空。假如若是着空，安尼来去静坐呢，这就是叫做讲做无记空啦。为什么袂使着空呢？因为真性空中还佫再有妙有相。妙有真空，真空妙有，这是咱佛教的究竟义。假如只有着在空的一边啦，变成圆空，变成断灭空，这是咱佛教最一定反对的所在。就是讲，咱佛教是在说明真空妙有，妙有真空，可以讲的是咱佛教的究竟义乃是属于空有不二的中道，所以着空就绝对袂使。所以六祖才讲世界虚空会当互来含万物的色相。像讲日月星宿啦、山河大地，或者是泉源溪间、草木丛林等等，这呢拢是含在世界虚空中。六祖来讲这个道理意思就是要互咱了解讲，虚空就是空空的物件。正就是因为伊是空空，所以会当包含着这个无尽的世界，一切一切。这内中所含的意思就是讲，自性是真空啦，确实呢包含了万法，所以毋通着在空的一边。下边佫再讲恶人善人，恶法善法，等呢。总在空中，恶人
就是讲迄个歹人啦；善人呢，就是讲好人；恶法，或者是讲做善法。那这个恶法呢，就是讲对于毋好方面的；善法就是讲对于好的方面的。这个恶甲善啊，在咱佛文中有一个简单的定义，所以叫做讲做恶，就是对人啊有伤害，对人呢有迄个毋好的，这呢就属于恶。凡是思想、言语、行为，会去伤人，会去害人，使人受损失，使人受痛苦，这都是属于恶。相反的呢，假如讲这个思想行为是对人有利益，会当好使人得到安乐，会当好使人得到快乐，那这呢就是属于善。善恶就是安尼分啦。所以凡是一个人做代志去害人，讲话害人，心肝有歹心，这都是恶人。伊若是有自卑心，所讲的拢利益人，所做的代志拢对人有益，这都是善人。这是对善恶最简单的定义的解释。那这个善，若是讲五戒啦，或者是十善啦，这是属于世间的善法。那是三学啦，或者是讲六道顶呢，这啊就是属于出世间的善法。虽然有深浅的不同，但是呢，拢是顺意于理。这呢会当互利益咱本身，搁再去利益着别人，这种叫做讲善法。啊，这个恶法呢，就是讲是无顺道理的，而且呢是会害人的啊。这呢就名叫做恶法，这就是善法、恶法。伫遮所讲就是讲，无论是好人，无论是歹人，无论是恶法，无论是善法，拢是在虚空中。这就是约咱有情的众生所讲啦，或者是天堂，或者是地狱。天堂就是讲天上的宫殿啦，地狱呢，这是啊，在咱所有的众生啊，最痛苦的众生所在的所在。那就是做当业，爱来迄个所在去受痛苦的果报。这个地狱啊，相当于咱世间的监狱共款，事实上是比监狱较痛苦啦。不过相当就是意思呢共款。讲这个天堂啦，或者是讲地狱啦，或者是讲一切的大海，就是讲所有的海，或者是所有的这个须弥山。拢总呢，都是在这个空中啊，拢总啊，都拢是在虚空中。对于前面讲来，就是讲世界虚空啊，会当互来包含万物，日月星宿、山河大地、泉源溪澗、草木丛林，乃至恶人善人、恶法善法。天堂啦、地狱啦、一切大海啦、自须弥山呢，拢总啊都是在空中。须弥山，这名叫做妙高山。这个须弥山啊，铺海面84000由旬，沉海底个84000由旬。这是一座非常悬、非常大的山。在须弥山的东西南北4方啊，有4大部洲。也须弥山腰的所在有4天王天，须弥山顶就是属于忉利天。所以一个小世界啊，
拢是以须弥山为中心来说明。一个须弥山，一个四部洲，一对日月，一个六欲天，安尼啊，就是一个小世界。这个须弥山可以讲是一座非常悬、非常大的山。但遮尔真悬、遮尔真大的山呢，伊也是在空中而已。也就是讲，空中呢，这个虚空呢，包含了一切。一边讲世人性空的迄路事，讲咱这个世间人的迄个性空呢，也是共款，安尼叫做世人性空的迄路事。所以叫做讲做性空，就是讲自性本空。这个性空的意思，就是讲咱世间人呢有一个自性，这个自性呢是一种空的物件。对于这个性空的意思，当然呢有种种的解释，但咱在这个所在做一个比较的直接了当，互咱容易了解。为什么自性是空啊？因为自性这毋是属于物质，自性这是一种真理，也就是属于精神的，毋是属于物质的。既然是属于精神的物件呢，这毋是物质可见，所以呢，约咱目睭看、耳孔听，或者是讲用个手要甲伊摸。用个鼻孔要甲伊鼻，这呢拢无法度。这毋是咱的感官的世界，毋是咱的五官会当好感觉出来的世界，所以就是空。空者就是讲，毋是物质的存在。咱世间人的自性，或者是讲咱世间人的心性，咱世间人的佛性，也是空。咱这世间的佛性空啊，虽然是讲超然的物质的存在，亦迄如是讲，也是甲前面所讲，参像世界虚空会当好包含万物共款。虽然是空，但是呢，你毋通甲当作讲是空空洞洞一无所有。在这个自性空中呢，是包含了万物。一边讲现的是自性凝含万法时代，讲现的是啦，你也会知影，这个自性呢是凝含万法，所以呢，这叫做讲做大。这个自性凝含万法的意思，就是讲，咱的自性，咱的本心自性，包含了一切的心路万象。就敢若像讲，这个虚空啊，会当好包含万物共款。但在这个所在呢，咱必须要了解。就是讲，这个自性不但是讲包含万物而已，应该呢，这个自性甲万物啦，这是同一体物件。自性甲万物应该是不可分。咱讲不可分啦，因为一切万物乃是由自性随缘显现。所以啊，毋是讲敢若包含而已。这个包含甲一体这个意思是无共款。包含就是讲我这个自性，在这自性中就包含了世间一切万物啦。也若安尼，这个灵包含的自性甲所包含的万物呢，变成是一种的对立的，一种的差别的。进一步讲起来，自性甲万物一体。那就是讲，这个自性甲万物啦，这是无差别。
因为一切万物是由自性所显现。一个自性甲万物无差别的意义，那摕一个简单的比例起来说明，就参像讲迄个水甲水泡，水甲水泡呢，就是共一体的物件。虽然水这是一望无际，是这种平等性；水泡呢是一粒一粒有大细粒，比如讲海涌啊、海泡、水泡，这是大细粒无共款，而且呢变化多端。在外表上看起来虽然是不同，但是迄个水泡的性也都是水的性，根本呢是无差别。水泡是在大海中无毋对，但是毋是敢若是水包含了水泡而已。进一步讲起来，应该就是讲水甲水泡呢，就是无有分开的物件。水甲水泡是同一体，对自性灵含万法，咱应当爱来去解说。因为咱本身的自性啊，是包含了万法，所以呢，这名叫做讲大啊。讲万法在自然性中，讲一切这个万法呢，乃是在自然性中。因为咱自性包含万法咯，所以呢，一切万法啦，就是在咱自性之中，或这个自性所包含。自性是能包含啦，万法呢就是所包含。一边讲欲见一切人恶之一善，尽该不处不暇，也不染着，心如虚空，名之为大，故曰无恶。讲假若咱若是会当好看到所有人恶之一善，就是讲这个人呢是歹人。呀，这个人是好人，尽该不处不暇。咱呢，拢无该处，也无该舍。这个处，就是讲对迄个好人呢，咱会该处掉；对迄个歹人呢，咱会该掩饰。安尼讲是处掉掩饰呢？假如讲咱若是一个好人，看到迄个歹人，咱真讨厌，咱就毋爱甲迄个歹人做伙啦。咱一定呢离开迄个歹人。所以这个舍，会使个叫做讲掩饰，或者讲舍离。咱呢甲伊离开远远，毋爱甲伊做伙，这就是叫做讲舍咯。但是因为咱本身是一个好人，所以看到迄个好人，咱真欢喜啦。所以咱呢一直想办法啦，要来亲近迄个好人。对于迄个好的人呢，咱想办法要甲接近。那这就是处，这就是处啊舍。不过呢，咱是欲自性灵含万法，自性呢，这一切办法讲起来。无论是歹人，无论是好人，也是属于咱自性中的物件。所以，对于好人或者是讲歹人，咱呢毋是用伊的外表来看，乃是用伊的迄个内中的体性来看。好人的自性嘛是迄个啦，歹人的自性嘛是迄个。而且是好人的自性，歹人的自性，甲咱的自性呢，白白就是迄个自性。也拿呢，好人甲歹人甲咱，可以讲就是共迄个自性，无分别。为什么咱就对迄个歹人该掩饰，对迄个好人咱就该处着呢？有这个掩饰处着，乃是一种的分别心啦。这样直接就是讲叫咱呢，毋通去掩饰，毋通去除掉。一边讲亦不染着，讲咱呢也无去甲伊染着，安那个就讲做染着啊。
这个染着就是讲咱去染着去着着，这个染着，无论是对好的，无论是对歹，同款拢会。尤其是咱人，从无始劫以来，有真正侪毋好的烦恼习气，以及甲咱的行为的习气，所以结果啦，咱啊拄着一个歹人，咱真容易去染去，这就是属于染。也咱呢，该共款，咱就去着着。这是一个真正可怕的代志。咱一个凡夫众生，因为咱本身无定力，咱本身对是非邪情判别的心呢，可能咱真弱，就是讲咱无啥物款的是非邪情判别的心，所以咱拄着迄个歹人，真容易呢会去染着，去拖歹去。该共款的做歹代志，在儒家就在讲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当然，这是属于性善论啦。但是这个性相论内底，就是讲性相近，习相远。性是大家拢相近、相接近的物件。用伊本身讲起来是差无偌济，但是呢，习相远。习相远就是讲，因为你不断来伫咧学习，在这个学习中呢，慢慢啊，你就变成差真远啦。就是讲，你甲一个好人做伙，你会直直学好；甲一个歹人做好呢，就直直学歹去。所以，咱人啊，甲迄个好人做伙，甲歹人做伙啊。是差真正济，毋过呢，伫这个所在，六祖慧能大师教咱讲，对迄个好的，对迄个歹，咱拢毋通甲伊取舍，也毋通甲伊染着。讲心如虚空，讲咱这个心呢就参入虚空，这呢这名叫做讲大，无缘无恶，那么这呢？这名叫做讲魔恶啦，这个魔恶就是大意思。为什么伫这个所在讲，见一切人恶之以善，尽该不出不舍，也不染着。心常虚空，这名叫做讲大呢。咱伫这个所在爱了解意义啊，就是讲，假如咱若是讲对善恶，咱有这个取舍心。或者是真容易去互伊染着，也若安尼，咱即个心量啊，就袂当叫做讲大。即个心量呢，就袂当叫做讲像虚空。咱即马来摕一个真正简单的比例起来说明。比如讲，咱摕一个油漆，不论是啥物色啦，无论是红的也好啦，青也好啦，黄的也好，拢不管。咱即马擦青啊摕起来。假就讲，伫这个所在有一个物件，或者讲有一间厝的壁，你甲伊擦落啊，迄个色呢，都叫你擦掉了，白都变白色，擦乌变乌色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间厝或者是讲这个物件有一个物质伫遐，若是虚空呢，袂当互你擦掉。咱甲人讲一个擦青啊，压起来，迄个擦青啊，稳足者擦伫咧。你对这个无啥物件，迄个虚空来去擦有无？擦袂掉，因为是空的物件，所以无法度互你甲伊染着。假就讲咱会当好体会甲心的无限大，会当好将咱的心胸甲伊展开。敢若常讲虚空遐尼真大，也拿咧咱这个心会当容纳一切，无论是好人嘛，甲伊容纳。无论是歹人嘛，甲容纳，在这个时阵，咱对于这个善甲恶呢，咱拢会当好包含在咱的自性心中，咱就袂取舍，袂去染着。当时呢，咱会当好体会善之与恶啊，是同一体道理。当然呢，咱就
袂讲对迄个歹人特别来甲排除啊，对迄个歹人呢，咱啊特别来甲看轻。咱假如我会当来去做，咱就会当好来确实实体会到自性本空、自性广大无边的意义。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则讲，若是安尼啊，心就是参像虚空，这名叫做讲呆，也名叫做讲做无我。最近先听讲，就请咱个暂断1分钟，我再个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大经。